各位乡亲，木天向温州深深一礼，回头看最后一眼年淡，伊知影真正的天路也未行完。温州里面讲，天路还阁真长，毋免惊，主的一路带领你，木天紧紧记伫心内。木天拨开身躯顶的泥土，重担有缘嘛伫脚趾柄顶，脚步比以前更加坚定。木天心内想，若无泥炭，伊袂知影家己的软弱；若无温州，伊嘛毋知影上帝的恩典。望去，道路愈来愈光，前方亲像出现一道门，新的旅程要开始。木天抬头向前，一步一步继续行。这摆伊毋是靠家己，是靠主同行。各位乡亲，年段已经过去，真正的天路今仔日才要开始。要知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